預演未來，作者 Dr. Joe Dispenza， 第7章，我是誰？假面與真我。我們表現在我的樣子，是我們投射到世界的假面。這個我是為了塑造出自己的特定形象，並呈現給別人看，想要別人如何看待我們的一個偽裝，而那個被隱藏起來的自我，知道我們真正的感受，會在我們不那麼忙着生活時跑出來。有一天，我坐在沙發上，想着幸福是什麼。當我發現自己快樂不起來時，就開始想着我生命中有很多重要的人是怎樣幫我加油打氣的。我心中想着，你是如此幸運，你一個美好的家庭，還有可愛美好的孩子們，你是一個成功的脊骨神經醫生，你向成千上萬的人授課，你周遊世界，造訪了很多奇妙的地方，你是影片當心靈遇上科學的要角，很多人都喜歡你傳達的訊息。你甚至還寫了一本書，而且賣得很不錯。即便如此，我就是覺得不對勁。我正處於人生的這一個階段，每個週末我要往來各大城市演講，有時候我得在3天裏跑2個城市。我發現我太忙到沒有時間去真正實踐我所教授的方法，這實在令人不安，因為我開始了解到我所有的幸福都是外來的，而我在旅行和演講時所感受到的喜悅跟真正的快樂並無關係。在我看來，我需要外在世界的每一個人、每件事和每個地方讓自己感覺良好。我所投射到世界的形象是依賴外在因素而存在的，而當我待在家裏，不用外出演講，沒有訪談或需要應診時，我都覺得好虛空。別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說外在的那些東西是不好的。如果你去問看過我上課的人，或者看過我在飛機上全神貫注寫廣告的人，或是看過我在機場、酒店休息室回覆電子郵件的人，他們一定會說我看起來很快樂。可悲的事實是，在那個時候，如果你問我，我可能會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回應你。沒錯，一切都很好，我也很好，我是個幸運的家伙。但是如果你在一個安靜時刻遇見我，當其他刺激都不在身邊時，我會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回答你。有什麼對勁？我感覺到不安，一切都是老樣子，好像缺少了什麼。在我看出自己不快樂的主要原因那一天，我也意識到我需要外在世界來記得自己是誰。我的身份認同必須依賴我所交談過的人、造訪過的城市、旅行時做過的事，以及我所需要的經驗來幫我重申我就叫做 Joe Dispenza 的人。而當身邊沒有這些人可以幫我記起外界所認識的自己，我就不再確定我究竟是誰了。事實上，我看出我所感召的幸福完全不過是外界刺激的反應，讓我以特定的方式去感覺。於是我明白我已經完全浸淫於環境之中，依賴外在提示來強化我的情緒成癮。對我來說，這是個多麼重要的時刻。我曾經聽過快樂發自內心無數次，但在此之前，這句話從來沒有如此打動過我。那一天，我坐在沙發上看着窗外，腦海中突然產生一個畫面：我的兩手上下相對，一隻手放在另一隻手上邊，中間隔着一段間隙。上面的那隻手代表的是我表現在外的樣子，而下邊那隻手則是我所知道的內在自我。如此反思中，我恍然大悟，事實上每個人都以2種面貌活着，具有2種獨立的存在。我們表現出來的樣子和我們真正是誰。我們表現在外的樣子是我們投射到世界的假面。這個自我是我們為了塑造自己的特定形象，並將具有一致性的外在現實呈現給別人看，
所做的一切。這個自我的第一個面相，是我們想要其他人如何看待我們的一個虛飾偽裝。底下的那隻手代表了我們真正的自我，亦代表我們如何感受。特別是在我們不被外界環境干擾的時候，這是當我們不再忙着生活時的熟悉情緒，也是我們所隱藏的自己。當我們記住成人的情緒狀態，譬如內疚、羞愧、憤怒、恐懼、焦慮、批判、抑鬱、自大或仇恨時，我們就會在表現出來的樣子和我們真正是誰之間發展出一段距離。前者是我們想要讓其他人看到的樣子，而後者則是我們的存在狀態。當我們不再與生活中所有不同的經歷、不同的人事物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互動時的狀態，如果你坐得夠久，什麼都不做，就會開始有所感覺。你感覺那種東西就是真正的你。一層又一層的，我們穿上了各種情緒外衣，形成了我們的身份認同。為了記住我們所認定的自己，我們必須重新創造同樣的情景，來重新我們的個性和相對應的情緒。為了提醒我們如何去取得來自外界的身份認同，我們認同每一個人、每件事，而依附外在的世界。我們表現出來的樣子成為人格的假面，依賴外在世界來記住這是一個怎樣的某人。這樣的身份認同與環境形成完全的依附關係。我們的人格不計一切努力，要隱藏住真正的感受或驅除空虛感。我擁有這些車子，我認識這些人，我去過這些地方，我會做這些事，我有這些經歷，我在這公司工作，我是成功人士。這就是我們所認為的自己，跟我們周圍的一切息息相關。是這和我們真正是誰不一樣。在沒有外在現實的刺激之下，如何去感覺，那才是真正的我們。因為婚姻失敗而感到羞恥或憤怒，因為失去所愛或寵物而恐懼死亡，或對死後世界感到懷疑，因為父母要求完美主義而自覺不足，因為在附近貧困的環境中成長而覺得世界虧欠我，可以予取予求，因為覺得自己沒有合道的身材，無法展現出好樣貌。這些真實的感受正是我們想要隱瞞的。然而這才是真正的我們，那個躲在我們外在形象後面的真實自我。我們無法對外暴露這些自我，所以我們習慣假裝成別人。我們創造了一套記憶的自動程式，用以掩蓋我們脆弱的部分。實質上，我們在自己真正是誰這件事上撒謊，因為我們知道，當你什麼都不是時，傳統的社會不會給那樣的我們一個生存空間，而我們也認為別人不會喜歡，也不會接受像這樣的人。特別是當我們還年輕，正在形成身份認同的時候，我們更有可能進行這些偽裝。我們經常看到了年輕人試着變換身份，就像在試穿衣服一樣。但是老實說，青少年所扮演的常常是他們想要成為的人，而不是他們真正是誰。如果你去問任何一個青少年心理保健專業人士，他們都會告訴你，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可用一個詞組來定義：不安全感。因此，他們以從眾及集體行動來尋求慰藉，為了不讓全世界知道你真正的樣子，於是你學會效仿或自我調整。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被視為異類的下場。世界是複雜而可怕的，但當大家成群結隊時，就能壯膽。你看，這有多麼簡單。所以才會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才會有人以群分，物以類聚。
最後這個身份認同就會跟你很合拍。你順勢長成了那個樣子，或者你告訴自己我就是這個樣子，伴隨着不安全，大量的自我意識接踵而至，各種問題也蜂擁而來。這是真正的我嗎？這是我真正想要成為的樣子嗎？但忽視這個問題，比回答他們更容易做到。生活經驗定義了我們的身份。我們遍體鱗傷地從年輕時的創傷或難關中走過來。年輕時的我們經歷了自我定義的許多事件，產生的情緒又一層又一層地把我們包裝成現在的模樣。面對它吧，我們都已被情緒化的事件落下印記了。當我們在心裏反覆回顧這些經驗，光用想，身體就開始重溫這些事件，一片又一片。我們讓這些情緒的不反應期持續這麼久，以至於原本單純的情緒反覆變成了心情，又變成了氣質，最後變成一種人格特質。年輕時的我們做這做那，讓自己閒不下來，好暫時逃避那些深沉的舊情緒，並把它們縮在地氈下邊。結交新朋友，去陌生的地方旅行，努力工作並獲得升遷，學習新技能或學習一項新運動，都是令人興奮的事。我們甚至會懷疑，我們做這些行為的動力是來自於人生中某些早期事件所遺留下來的感受。以後我們真的忙碌起來，去學校讀書，可能還進了大學，買了車，搬到一個新城市，進入職場，認識新朋友，結婚，然後買房子，有了孩子，再養隻寵物。接着我們可能會離婚，我們鍛鍊身體，開始了新的一段關係，學習新技能或新嗜好。我們用自己所知道的所有外界事物來定義自己的身份認同，並分散自己對內心真正感受的注意力。而且由於這些獨特經驗產生了各種情緒，我們注意到這些情緒似乎帶走了我們所有隱藏起來的感受。老實說，這些看起來真的暫時有用。在成長過程中，為了求得最好的效果，我們在不同的時期全心投入。為了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完成很多事情，我們必須將自己推離舒適圈，出去闖一闖，並超越一道自我界定的熟悉感。我當然知道這種生活變動，但假如我們從未突破自我設限，繼續背負過去的包袱，它總有一天會纏上我們。時間通常在我們35歲左右出現，時間可能有極大的個體差異。中年危機都是身份認同惹的禍。我們在30到40歲時，個性已經定型，人生該體驗的我們幾乎都體驗過了，因此我們幾乎可以預見大部分事情的結果。我們在經驗這些事件之前，就已經知道這些經驗會帶來什麼感受，因為我們已經有過一些好的或壞的人際關係，已經在商場上嶄露頭角或事業有成，曾經蒙受過損失，也有過成功經驗。我們知道自己喜歡或不喜歡什麼，也懂得生活的細微末節。既然我們可以提前預測那些經驗可能帶來的情緒，我們就能在事件真正發生之前決定是否想要去體驗。當然，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們意識覺察的背後。這就是麻煩之處，因為我們可以預測大多數事件將會帶來的感受，也知道什麼能趕走我們產生我是誰的感覺。然而，人一到中年，再也沒有什麼能徹底帶走空虛感了。每天一早醒來，你覺得自己還是老樣子，你一直靠着外在環境來移除痛苦與負罪感，但如今環境已不再能帶走這些感受。怎麼會這樣？你應知道，當外界
催生的情緒逐漸耗損後，你就會重新變回同樣的自己，就如同一隻花炮永遠無法改變身上的斑紋。這就是廣為人知的中年危機。有些人非常努力，嘗試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外邊的世界，好把心壞的感情繼續埋藏。有些人買了新跑車，有些人租了小船，有些人選擇到長假，有些人選擇整容，有些人會加入了新社團或俱樂部來拓展新門路或結交新朋友，還有不少人則會重新裝潢或修整房子。這些新事物使他們覺得更好或覺得不同，但等到新鮮感一過，他們在情緒上還是無法擺脫相同的身份認同。他們終究得回歸到真正的自己，他們被拉回到生活多年的同一個現實，只是為了維持他們自以為的身份認同。事實上，越是這樣做，買更多東西，消費更多東西，我真正是誰的感覺就會變得越明顯。我們會試着擺脫這種空虛感，或者從痛苦的情緒中逃離，因為要正視這些感覺實在太難受了。所以當空虛感開始有點失控時，多數人會選擇看電視、上網、打電話或者傳簡訊。我們可以在頃刻間變化情緒無數次。先看一部情景喜劇或 YouTube 影片，歇斯底里地大笑，再看一場緊張的足球比賽，然後看新聞，心情或憤怒或害怕，所有這些外在刺激很容易就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忽略那些不想要面對的內在感覺。科技讓人分心，也讓人上癮。想想看，只要改變外在的事物，就能讓你立即改變內在的化學反應，擺脫掉某種感覺。多麼簡單又容易，只要能讓你內在感覺良好，什麼都可以。於是你日漸依賴它，一片又一片地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其實不一定是科技，任何能瞬間提供刺激感的事物都能湊巧。當我們一直維持這種情緒變幻的情況，猜猜看，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會更加依賴外在的事物來改變我們的內在。有些人會不自覺越陷越深，掉進這個無底洞，用各種外界事物讓自己保持忙碌，努力地重視第一次幫他們成功逃避我是誰的那種感覺。為了淹沒我是誰的感覺，他們需要的刺激越來越強烈，但遲早每個人都會意識到，他們需要更多相同的東西來讓他們感覺更好。結果是，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那些能獲得樂趣又能避免痛苦的方法，亦即在不知不覺中，他們被操縱去過一種享樂至上的生活，過一個不一樣的中年人生。在你放下幻象的時刻，在人生這個階段不再繼續埋藏自己真實感受的這些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我是誰？我的人生目標是什麼？我要往哪裏走？我做的這一切是為了誰？神是什麼？我死後會去哪裏？人生是否有比成功更重要的事？幸福是什麼？這所有一切的意義是什麼？愛是什麼？我愛自己嗎？我愛其他人嗎？於是靈魂開始甦醒。這一類的問題逐漸沾滿了我們的心，因為我們已經看透了幻象，開始懷疑外在的一切都無法真正令我們快樂。有些人最後會發現，在我們的環境中，沒有任何事物能操控我們如何去感覺。我們也意識到，要將自我形象投射到世界，需要耗費巨大的能量。同時也意識到，要讓身心保持忙碌有多麼累人。逐漸的，我們會看出，試圖在人前維持理想的形象，其實只是一個策略，只為了確保我們一直逃避，卻步步進逼的感受不會逮到我們。庸庸碌碌的我們，就像是雜耍團的小丑，同時將許多個球拋向空中，那時會失手呢？於是
有所覺知的人，沒有再去買一個更大台的電視或添購最新型的手機，而是選擇面對它，觀察它，不再逃避一直以來他們企圖居住的感覺。當這種情況發生，他們就踏上覺醒之路。經過一番自我反省後，他們發現了真正的自己，也發現他們一直想隱藏的是什麼。於是他拿掉假面、遊戲和幻象，不惜一切代價，誠實面對真正的自己，不再害怕可能失去一切。一直以來，他們把寶貴的能量用在保存幻象上面，現在他們停止了這樣的能量消耗，他們找回了真正的感受，然後轉頭對其他人說：你知道嗎？如果我不再能逗你開心也無所謂，我已經不再執着於我看起來的樣子，也不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我已經受夠了為其他人而活，我想擺脫這些枷鎖。這是個人生命中意義深遠的一刻，靈魂已被喚醒，並輕輕觸碰他們的主人，誠實告訴他們，他們真正是誰。謊言終結了。改變與人際關係，解開心結。大部分的人際關係是建立在你與其他人所擁有的共同點上。想想看，你遇到一個人，兩個人立刻比較了你們的經驗，就像是檢查你們的神經網絡和情緒記憶是否一致。你說了類似這樣的話：我認識這些人，我從這個地方來，並在那些時期住過這些地方。我從這所學校畢業，主修的是，我做過這些事，最重要的是我擁有這些經驗。於是另一個人回應你：我認識那些人，我在那些時期住過那些地方，我也做過這些事，我也擁有這些相同的經驗。因此你們開始來往，基於神經化學的存在狀態，一種人際關係於是展開。因為如果你擁有相同的經歷，你們也分享着相同的情感。試着把情緒看成一種動能。假如你們分享着同樣的情緒，也就分享了相同的能量。就像兩個氧原子共享一個超越時空的無形能量場一樣，彼此建結形成空氣。你在無形的能量場中，與每個外在的人事物地形成建結，但人與人之間的建結是最強的，因為情緒擁有最強大的能量。只要任何一方不改變，關係就維持不變。因此，當有人開始坦誠說出真正的感受時，一切就會變得非常不自在。假如他的友誼是建立在對生活的抱怨上，那麼他就是以受害的情緒在能量上跟他人建結。但就在領悟的那一刻，他決定打破舊日我的習慣，不再以那個大家都熟悉的樣子出現。但他周圍的人卻需要那個熟悉的他在情感上提醒他們自己是誰。所以他的朋友和家人的回應會是：你今天哪根不對了，你傷了我的感情。言下之意是，我認為我們之前那樣就很好了，我需要你來重新穩固我的情緒印，來記住我所認定的自己，好成為某人。我比較喜歡以前的你。即便改變發生，我們的能量還是跟外界我們所經歷過一切連結着。要打破舊情緒的成癮狀態，或者要誠實面對自己是誰的真相，都需要真正的能量。就像把建結在一起的兩個氧原子分開，需要能量一樣，要斷開我們與他人的情感建結，也需要能量。回到上面的例子，那些跟他共享相同情緒建結的人可能會聚在一起，紛紛說道：最近他都不像他了，也許他精神有問題，我們應該帶他去看醫生。請記得，這些人曾經都跟他們有過相同的經驗，也因此他們分享着相同的情感或情緒。但現在他決定斷開這個容易聯繫熟悉的每個人、每件事，甚至每個地方的能量建結。對於多年來跟他一起玩着相同遊戲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受到威脅的時刻。天啊，他要下車不玩了。因此他們帶他去看醫生，醫生開給他
百憂解或其他藥物，在很短的時間裏，這個人又恢復到以前的個性了。他又向世界投射出舊的形象，回到了與其他人協議的情緒合作狀態。再一次，他麻木地微笑，距離真實的感覺，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了。沒錯，這個人是不像他自己，那個每個人都已經習慣的他。相反的，他曾一度當回了真正的自己，帶着過去的痛和苦。但是誰又能怪責他的親朋好友，堅持要他回歸以前的麻木自我，隨遇而安呢？因為那個新的自我顯得如此不可預測，甚至是極端。誰願意身邊有那樣的人？誰願意被真相包圍？最後，真正重要的是，如果你需要環境來幫你記憶自己是怎樣的人，那麼當你死去，而環境毀滅並消失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你知道有什麼隨你的死亡而消失嗎？已經被生活中所有已知與可預測的因素所識別的某人，身份認同、形象和個性。你原本是最成功、最受歡迎或最美麗的人，並擁有你所渴求的一切財富。但是，一旦你的生命結束，愛在現實消失，在你之外的一切不再能定義你，一切都隨之消逝。你所能留下的是你真正是誰，而不是你表現出來的樣子。當你的生命結束，你不再能依賴外在世界來定義你，你留下的是那些你從未處理過的感覺。在這一世生命中，你的靈魂沒有任何進步。舉例來說，如果你在50年前有過某個經驗，使你被貼上沒有安全感或軟弱的標籤，從那時起，你就這樣認定自己。換句話說，從50年前起，你就停止情緒上的成長。如果靈魂的目的是從經驗中學習並獲得智慧，但你卻一直卡在那個特定的情緒裏，永遠無法將經驗變成心得，無法超越那種情緒並將之轉化成任何的領悟。這種感覺會把你的身體留在那些往事之中，你將永遠無法自由地走向未來。而當類似經歷出現在你目前的生活中，將會觸發相同的情緒，你的反應也會如同50年前的你一樣。因此，你的靈魂會說：注意，我想讓你知道，沒有什麼能為你帶來快樂。我要警告說，如果你繼續玩這個遊戲，我就不再試着引起你的注意，而你將會沉睡下去，一直到當你的生命結束，我們才會再見。給我更多，我還要更多。大多數不知如何改變的人會想，我要怎麼做才能讓這種感覺消失？而倘若外界的新事物失去新鮮感而不再湊巧，他們應該怎麼辦？於是他們期待着更大的刺激來滿足他們的人。如果我們使用藥物或喝夠多的酒，就能夠讓這種感覺消失。這些外在的東西會產生內部的化學變化，讓我感覺好激烈。我會要更多，即使我沒有錢，因為購物能消除空虛感。我看 A 片，我玩電動，我賭博，我暴飲暴食。不論你對什麼上了癮，你還是會認為外在事物能消除你想逃避的內在感覺。請記住，我們的天性會把能驅除真正感受的那些外在事物與內在的化學變化勾連在一起。假如這些外在事物能使我們感覺良好，我們就會喜歡它們，所以我們會逃避讓我們感覺不好或痛苦的事物，並接近讓我們感覺良好、舒適或能為我們帶來愉悅的東西。成癮帶來的興奮感會不斷刺激腦中的快感中樞，分泌出泛濫的化學物質。問題是，在每次賭博、狂歡或熬夜玩線上遊戲後，下一次你會要求更多。人們之所以會需要更多藥物、買更多東西或不斷外遇，都是因為可以從這些活動中創造出化學快感，活化他們的細胞受體部位。但是，一旦受體部位不斷接收刺激，他們將變得麻木並關閉。於是下一次
就需要更強的信號，更多的刺激來啟動它們。也可以這樣說，要產生相同的效果，需要一個更大的化學高潮。所以現在的你必須賭上25,000美元，而不是1萬美元，否則就沒有快感。而當5000美元的購物狂歡對你起不了作用時，你就得刷爆2張信用卡，才能再次感受到同樣的滿足感。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驅逐你真正是誰的感覺。要獲得相同快感，你必須不斷去做，而且要做得更多、更強烈，使用更多藥，喝更多酒，看更多色情影片，賭更多錢，買更多東西，看更多電視，諸如此類。時日一久，為了有效減輕痛苦、焦慮或抑鬱，於是你就成癮了。你錯了嗎？不是的，大多數人在做這些事情，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從內在去改變，他們只是受到本能驅使，從感覺裏獲得緩解，並下意識地認為救贖來自於外在世界。沒有人向他們解釋，用外在世界改變內在世界，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只會讓差距擴大。假設我們的人生志向是成功，以及累積更多東西，當我們這樣做，我們只會強化自己是誰，卻從未處理我們的真實感受。我把這稱為被我們的所有物佔有。反客為主的結果是強化了那個假的自我，那個需要靠環境來提醒他是誰的自我。如果我們坐等外在事物來讓自己快樂，那麼我們就跟量子定律背道而馳。我們是靠着外在來改變內在。如果我們一心想着，如果我們有錢能買到更多東西，我們就會很開心，那就本末倒置了。我們必須先變得快樂，才能顯得富足。那麼，倘若成癮者不能得到更多，會發生什麼事？他們會感到更憤怒、更沮喪、更痛苦，也更空虛。於是他們可能會嘗試其他方法，比如喝酒加上賭博、看電視或電影外加購物，來逃避現實。最後什麼都滿足不了，快感中樞已經重新校準到更高水準了，以至於一旦得不到外在世界帶來的化學變化，成癮者就無法從最單純的事物中找到快樂了。關鍵是真正的幸福與快感無關，因為依賴這些緊張刺激的事物來感覺良好，只會使我們遠離真正的快樂。情緒成癮加大身份認同的差距，特別強調情緒成癮並不是要淡化物質成癮、藥物、酒精、色情、賭博、消費等的嚴重性。不論是對遭遇這些問題的人，或對這些癮君子的親朋好友來說，成癮問題都造成了很大的傷害。當然，有成癮問題的人也可以運用本書步驟來克服，因為它也是三巨頭的一部分。但處理這類型的成癮問題不是本書要探討的範疇。我們必須認清的是，每個成癮症的背後都有一些記憶的舊情緒在推動這些行為。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幫助人們打破舊自我的習慣，不論他們認為自己是走鬼、性成癮者、賭徒、購物狂，或者是長期處於孤獨、沮喪、憤怒、痛苦或身體病痛的人。在思考身份認同的差距時，你可能會對自己說，那當然，我們會對他人掩飾自己的恐懼、不安全感、弱點和陰暗面。如果我們讓那些感覺自由且充分地表達，我們很可能會踩線越界，超出別人或自己能付出的範圍。某種意義上，這些話不假，但是如果我們想要重獲自由，就意味着我們必須面對真實的自我，並將個性的陰暗面攤在陽光之下。我採用的系統有個好處，你無需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黑暗面拿出來，就能夠面對他們。你不用在公司或家庭聚會裏宣布，嘿，大家聽好了，我是個壞人，因為很長一段時間，我和爸媽把時間都花在弟弟妹妹身上，讓我覺得自己的需要被忽視了。所以為了停止不被愛和
不滿足的感覺。我現在成了一個自私的人，既渴望關注，又需要獲得立即的滿足感。相反，你可以私底下在家裏或自己的心裏消除自我這些負面部分，並用更正面、更有效的個性來替換這些人格特質，或者至少把他們出演的戲份刪減一下，只允許他們偶爾露個面。形成記憶的情緒會成為你個性的一部分。我希望你能把引起這些情緒的往事忘掉。如果你仍然深陷在過去的情緒之中，你的問題就不可能透過分析來解決。回顧舊經驗或重溫第一次製造這些問題的事件，只會帶來舊的情緒，以及提供一個理由讓你用同樣的方式去感覺，企圖用創造出目前生活的相同意識來釐清生活，只會讓你的人生分崩離析，並找到藉口不去改變。相反的，你要忘記這些自我設限的情緒。沒有了情緒糾結的記憶，就是所謂的智慧。然後我們可以客觀地回顧一下該事件，看看它和當時的我們是什麼樣子，完全不帶一絲情緒。如果我們能夠忘記那些情緒狀態，或盡我們所能去消除它，我們就能擺脫舊情緒的制約，自在地生活、思考和行動。因此，如果一個人能放開不快樂，並讓生活繼續，開始一段新的關係，換一份新工作，搬到一個新地方，結識新朋友，然後再回首往事，此時他就會看見往事提供了他所需要的逆境，以戰勝過去的自己，成為一個全新的人。他的觀點改變了，因為他發現自己確實有能力解決問題，縮小甚至消除真正的自己和我們展現給外界看的樣子之間的距離，很可能是我們人生中所面對的最大挑戰。無論我們把它稱之為活出真我、征服自己，或者讓別人理解或接納真實的我們，這都是大多數人的願望。改變或者說縮小距離，必須從內在開始。然而大多數人往往要到面臨危機、創傷或被診斷出某種疾病後，才會想改變。這些危機通常用挑戰包裝，可能是身體出意外或生病，情緒的例如失去所愛，精神的例如累積挫折感，讓我們質疑自我價值和天道，或是經濟的，比如失業。請注意看，上述所有情形說的都跟失去有關，但為什麼要等到創傷或失去發生後才會想要改變呢？顯然的，這是因為災難降臨，你不得不採取行動。就像俚語所說，當膝蓋被狠狠敲了一記，你就不再能照常生活。這些關鍵時刻，當我們已經非常非常厭倦了被環境擊倒，我們會說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不在乎要付出多少代價，或者我會有什麼感覺身體，我不在乎要花多少時間，無論在生活中發生什麼事環境，我都要改變，我必須這麼做。我們可以在受苦狀態中學習和改變，我們也可以在越獄和啟發的狀態下改變。我們不必非要等到受難到受不了時才改變，以至於感覺像是被迫離開我們的休眠狀態。縮小身份認同差距的額外好處，誠如你所知，你需要培養的關鍵技巧之一就是自我覺察、自我觀察。這也是我對下一章的主題靜坐的簡化定義。在靜坐中，你將會檢視這些對你人生有重大影響的負面情緒狀態，你將會認識驅動你想法和行為的主要人格狀態，讓你對自己個性的每個細微之處都變得非常熟悉。久而久之，你將會運用這種觀察的力量，幫助你解除這些負面情緒的記憶。藉此，你會放棄那些負面情緒，投向更偉大的意識，並縮小真正的你跟表現在外的你之間的差距。想像你站在一間正在變窄的房間裏，
你伸開雙臂去推開兩面正在彼此靠近的牆，你知道要消耗多少能量才能讓你不被牆壁壓扁嗎？相反的，如果你放開這兩面牆，向前走幾步就能走出那個房間，進入一個全新的所在。你離開的那個房間怎樣了？兩個牆壁已經合在一起，因此你永遠不能再回到那裏面去了。間距已經消失，而你分離的部分已經合而為一。那麼先前你花在上面的那些能量去了哪裏？物理學指出，能量不能無中生有，也不能被消滅，它只能被轉移或轉換。這正是當你到達沒有思想、沒有情緒、沒有被忽略的潛意識行為的那個境界時，將會發生的事。你也可能這樣想，你將會進入潛意識的操作系統，把所有的數據和指令帶進你的意識覺之中，然後真正檢視這些衝動和傾向控制了你人生的那些部分。此時你將意識到和覺知到那個無意識的自我。當我們打破這些建結的記號，我們就解放了身體，它不再是潛意識心，不用再日復一日活在一成不變的過去之中。一旦我們能在情緒上解放身體，我們就縮小了身份認同的差距。差距一縮小，曾經用來製造差距的能量就此釋出。有了這些能量，我們仲擁有可以用來創造新生活的燃料。打破你情緒成癮建結的另一個額外好處是，這些能量釋放就如同一劑神奇的靈丹妙藥。你不僅會充滿能量，而且還有一種你已經很久沒有過的感覺——喜樂。當你從情緒依賴的層層枷鎖把身體釋放出來，你將感到振奮與鼓舞。你曾經開車長途旅行過嗎？當你終於能下車舒展筋骨，呼吸新鮮空氣，並且耳根終於清靜，不再聽到輪胎行駛路上的聲音、加熱器的風扇聲以及空調的呼呼聲，那種感覺真的很好，不是嗎？再想象一下，當你被鎖在後車廂裏，經過了2000英里之後，這些新感受對你來說會有多棒？對於很多人而言，長久以來所感受到的正是這種被禁錮的感覺。還記得嗎？光是留心你怎樣思考、感覺和行動是不夠的，正在要求你做更多。你還必須面對真實的自己，你必須毫無保留、全盤托出，揭露那些你一直藏在差距裏的陰暗面。你必須將這些東西放出來，全部攤在陽光下。而當你真正看清一直以來你對自己所做的事，你必須看着那一團混亂，說：這已經不再對我有益，這已經不再為我所用，這我從來都不曾喜歡。然後你就可以做出決定，奔向自由，從受害到富足。他如何消除身份認同的差距？佩蜜拉是我研討會的參與者之一，他以量子觀察者的勇氣面對人生而獲得了回報。佩蜜拉經濟拮據2年以來，他失業的前夫沒有支付過裁定的子女撫養費，他感到沮喪、憤怒、被欺負，甚至在不相干的情況下做出負面反應。那一天的研討會，我們要做的靜坐主題是關於任何一種經驗的最終產物——情緒。因為我們擁有那麼多牽涉到家人朋友的經驗，於是我們也跟他們一起分享了所產生的情感與情緒。這通常是好事，會讓我們跟去過的地方、做過的事，甚至共同目標產生相關的連結，可以加強我們的人際關係。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共同承擔與負面經驗相關的情緒。能量能穿越時空，讓我們彼此連結。由於我們與其他人纏結在一起，量子學的用語，而且也經常透過求生導向的情緒彼此牽動。當我們仍與負面的經驗和情緒有所連結時，改變幾乎不可能發生。
因此現實保持不變。以潘蜜拉為例，她的前夫對於無法撫養子女的焦慮、歉疚、自卑感，跟她自己怨恨、貧乏、被欺負的受害者情緒連結在一起，交織成她的存在狀態。每當機會來敲門時，她的受害感覺就浮出來，於是產生了不好的結果。她破壞性的情緒以及與之相關的能量，實際上已經凍結了她的思考、行為和存在，讓她停滯不前。不論她嘗試做什麼來改變現況，她和前夫都被彼此共同的負面經驗、情緒和能量綁在一起，也因此，不論她怎麼努力，都改變不了跟她前夫有關的處境。我在自己的工作坊幫助潘蜜拉了解到，她必須打破這種見結，她必須放開在目前現實中用來定義她的情緒。此外，她還知道長期以同樣的方式思考、感覺和行動，這種周而復始的循環可能會產生連帶效應，引發基因病變而生病，而她絕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有捨才有得，我很喜歡這句話。潘蜜拉事後告訴我，她在靜坐中辨識出她的受害者感覺已經啟動了那些有害情緒，對孩子不耐煩、經常抱怨和指責，以及絕望和貧乏感。她放開那些與往事有關的情緒，不再抓緊不放，同時也釋出她無法自拔的存在狀態，將它們交付給更偉大的意識。藉由這樣做，潘蜜拉把先前凍結的所有能量釋出到量子場中，消除真我及假面。她呈現給世界看的樣子之間的距離，她做得相當好，開始感受到狂喜和感激，讓她不只是想到自己，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富足。原本自私的情緒轉換成無私的情緒。靜坐結束後，她就變成了另一個人。潘蜜拉的能量攜帶着信號傳送到量子場中，用以重組及改寫新的結局，以符合她正在形成的新自我，幾乎是立即性的。她收到了量子場發生作用的兩個證據。第一個證據跟她的網拍事業有關。她以前試過一次促銷活動，由於很擔心反應，她會不斷地上網檢視，結果網友反應平平。在靜坐過後的早上，她開始了第二次的促銷活動。由於白天太忙，她沒有上網關心結果。到了那天傍晚，她感應到拋開過去似乎為她帶來了一些正面效應。接着她就發現那天的促銷活動幫她賺了將近$10,000。當然她的感覺更好了。3天後，潘蜜拉接到了第二個證據。社工打電話過來，說他的前夫寄了一張支票，不只支付那個月的撫養費，還付清了他先前欠的$12,000。他喜出望外，沒想到靜坐後，他竟然賺了近$22,000。在現實中，他什麼都沒做，就帶來了這些好結果。當然，這都是他事前始料未及的。他對所發生的一切實在太感激了。潘蜜拉的親身體驗說明了拋開負面情緒的力量。當我們陷入陳舊的思維模式以及習以為常的行為和觀念時，就無法解決深植於過去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實際上是經驗，產生強大且充滿能量的情緒。一旦我們能夠開放這些，將會經歷巨大的能量波釋放，而現實將會奇蹟般地重新展開。走出過去，才能放眼未來。想想看，你有多少的創造性能量是被過去經驗所帶來的內疚、批判、恐懼或焦慮情緒綁架了？想象一下，如果把任何破壞性的能量轉換為生產性的能量，你能夠做多少事？而如果你沒有那麼聚焦於求生一種自私的情緒，而是努力創造正面意念，一種無私的情緒，你將會有多少成就？問問自己，從過去的經驗中，你以受困的情緒形式保留了什麼樣的能量？這是否強化了你過去的身份認同，
以及讓你對現況產生依賴。你能夠把這些能量轉換成較高頻的狀態，用來創造一個不同的新結果嗎？靜坐會幫你剝開一些情緒層，移除一些你的偽裝，這兩樣東西阻擋了你內在宏大的智慧流。在褪去這些情緒層之後，你會變得通透或透明，真正的你就是表現出來的樣子。而當你以這種方式生活，你將會體會到感激與喜悅滿懷的狀態。我相信這就是我們本該有的存在狀態。當你這樣做時，你就開始走出過去，讓自己放眼未來。在除掉阻擋你內在智慧流的障礙物後，你就會變得更有智慧、更有愛心、更樂意付出、更有意識、更有決心，因為這就是你的真我。差距消失了。在這個階段，你會感受到幸福和完整。你不再依賴外界來定義自己。你所感受到的高頻情緒是無條件的，沒有其他人、其他事可以讓你有這樣的感覺。你是幸福的，並受啟發，只因你就是你。你不再會在一種貧乏或衰索的狀態中。而且最有趣的是，當你不再有所衰索或不再感到貧乏時，創造奇蹟才會開始展現。很多人都是在貧乏、自我貶抑、疏離等受困的情緒狀態中祈求或者創造事物，而不是在感激、熱情或完整的狀態下。但後者才能讓能量場給你最好的回應。這所有一切都要從意識到我們存在着自我認同的差距開始，然後深入思考那些產生差距並主宰你個性的負面情緒狀態。除非你願意自我審視並溫和坦誠地評估你的習性，千萬不要因為這些缺點而自責，否則你將永遠陷入在某些往事及負面情緒中走不出來。你要做的是看見它、了解它、釋放它，把身體從潛意識心解放出來，將能量釋進量子場。這些能量就是你創造所需的燃料。我的轉變就是這樣發生的。本章開頭我提到，當我坐在沙發上，意識到真正的我和我呈現給世界看的身份認同，兩者之間存在着相當的距離。下面我要把這個故事講完來結束這一章。這件事發生時，我經常四處旅行授課，就像影片《當心靈遇上科學》所見一樣。面對他們演講時，我感覺自己是真正活着，而且我敢肯定，這也讓我覺得很快樂。但偶爾坐在沙發時，我卻提不起勁，這讓我猛然清醒了過來。長期以來，我不得不以大家期望的樣子出現，就像影片中那樣。我開始認為自己是某人，並且需要外界來提醒我，我就是自己認定的那個樣子。實際上，我過着兩種不同的生活，而我再也不想被這樣困住。那天早上，我一個人坐着，感覺自己的心跳，並開始思考是誰讓我的心跳動。那個瞬間，我意識到我自己跟本有的先天智能已經疏離許久。我閉上眼睛，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上面。我開始坦誠，我一直在扮演誰，一直在隱瞞什麼，以及我有多麼不開心。我開始將某部分的自己交付給更偉大的意識，然後我提醒自己，我不再想成為某人了。我要擺脫以往的個性。接下來，我觀察自己的無意識行為、思想和情感，並審視他們，直到他們變得熟悉。接着，我開始要那種新人格，直到我成為他。突然間，我開始覺得不一樣，喜樂出現。這種新情緒跟外界事物完全無關，這是自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不牽涉到任何的外在事物。我知道其意義重大。在沙發上的首次靜坐過後，我有了一個立即的反應，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為我跟坐下時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了。我站起來，變得充滿生氣和覺知，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東西，有些偽裝已經從我身上卸除，而我想要卸除更多。於是我從慣性活動隱退了6個月，除了臨床診療外，取消了所有講座。我的朋友都認為我失心瘋，我的確把舊的心丟了，因為當時當心靈遇上科學這部片正火紅，他們一再提醒我有多少白花花的銀子被我往外推，但我告訴他們，我不再走上台講，除非是為了自己的理想。我不想再受火，除非我能見證自己所闡述的道理。我需要花時間靜坐，我改變我的生活。我想要從內在得到喜悅，而不是從外界索取。我希望授課時能夠被聽眾理解，產生共鳴。當然，轉變並非一蹴即可。我每天都靜坐，審視我的不良情緒，並且開始一個接一個將它們解除記憶。我開始忘掉和重新學習的靜坐過程，花了好幾個月來改變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我有意識地摧毀舊的身份認同，打破舊自我的習慣。這個故事是我不需要任何原因就能覺得愉快的一個起頭。我變得越來越快樂，而這跟我本身以外的任何東西都沒有關係。現在我每天早上都會騰出時間靜坐，我想多待在那樣的存在狀態。無論是什麼吸引你翻看這書，當你下決心要改變，就必須轉進一個新意識之中。你必須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想什麼、怎麼生活、如何感覺，以及你如何存在，直到這變成你的本能反應。你即將學到的，就是我所做過且造就我個人轉變的那些步驟。請放心，你很可能已經做過類似的事。現在你只需要多一點點有關靜坐的知識，讓你將這個改變的方法變成技能就行了。因此，讓我們開始吧。